一次车祸夺走了我爸爸妈妈的生命。当时我特别恨自己，我恨自己太渺小，没有能力保护我的亲人。所以我长大之后告诉自己，一定要变得强大。只有强大了，才能保护我的亲人。每当我想起我妈妈的时候，我都会焦躁。也许，这就是对她怀念和祭奠的一种方式。傻子，答应我，以后不要这样了。你和奶奶现在是我唯一的亲人，我真的不想失去你们。